今天起10天，台湾正式进入武汉肺炎关键期，建议如下： 1. 减少进入公共场所。2. 用餐尽量将食物外带。3. 正确方式洗手特别重要。4. 避免戴隐形眼镜。5. 吃热时避开生凉食物，多吃蔬菜。6. 保持肠胃顺畅。7. 多喝温水。8. 穿过的衣服、外套、长裤，回家先吊在户外2小时。9. 暂停戴首饰。10. 有接触钱币，一定要洗手。刚拿进来的钱币，先单独放在塑胶袋中，1天后才拿出来。11. 不要使用别人的电话筒，电话筒消毒。12. 避开巅峰时间坐车。13. 适当的运动。14. 暂停进入健身房。医师全联会关心您。